他是一个好皇帝啊！住口！靖王，就算你今天杀了，这些话我也要说。欢儿，我们能不能别再光复大明？一定是康熙那个狗皇帝言而无信，他带你离开之后，又悄悄派人把太子给抓走了。不可能，龙小弟答应过我的，如果我肯跟他回宫，他会放过朱哥哥的。混账！你居然叫他龙小弟！你居然还相信康熙那个狗皇帝的谎言？难道想气死你爹吗？爹，我不相信，康熙他不会出尔反尔的，他不会骗我的。晋王先息怒，焕儿，你说你随康熙回宫，一是为了救太子，二是为了查出奸细。那你现在知道奸细是谁了吗？嗯。不过在此之前，我还有一件事情要跟爹，还有诸位师傅们说。先起来再说话吧。不，二师傅，我知道我下面要说的这些话，在你们眼里是非常大逆不道的。环儿不敢站起来。你要说什么？爹，我们为什么非要光复大明呢？只要全天下的老百姓过上好日子，这个天下姓朱或者爱新觉罗又有什么区别？我们为什么要挑起战争，让全天下生灵涂炭？我们为什么不能跟现在的朝廷合作，把我们的才能用在治国安邦上呢？混账！你居然说出如此大逆不道之言！你这次回来是受康熙挑唆，回来招降我们的吗？爹，从小到大你都教育我，说大清朝廷是如何的残暴无道，朱明天下才是正统。只有让朱哥哥当上皇帝，全天下的老百姓才有好日子过。但是在这大半年里，我跟康熙相处的这大半年里，我看到的康熙，他心里不仅有朝廷，还有全天下老百姓和他们的疾苦。他励精图治，他是一个好皇帝啊！住口！晋王，晋王，不要！不可，不可呀！爹，就算你今天杀了，这些话我也要说。欢儿，我们能不能别再光复大明了？你别说了，让全天下的老百姓过上几天好日子吧。欢儿，晋王，你不要忘记，懿嬛除了是你的女儿，她更是大明的公，她是大明未来的太子妃呀。虽然她现在受到了蛊惑，说了一些大逆不道的话，可是你好歹要看在她那死去的娘的份上啊！你可知你是我大明的最后的希望。倘若你也被策反了，我们这些人这么多年的努力就要付之东流了。欢儿，你是不是中了那个小皇帝的毒了？自古帝王之心最难猜揣测，也最是无情。你怎么能相信那个清廷皇帝的情爱和仁义呢？啊！二师傅，三师傅，爹，如果你们接触了康熙，你们会发现，他是个仁爱大爱的皇帝，他会是个好皇帝的。你，欢儿，晋王，冷静一点。晋王，冷静一点。眼下欢儿算是被那个狗皇帝蛊惑得很深，说了一些大逆不道的话。可是我们急也没用，我们应该想办法让他认清那个狗皇帝的真面目，慢慢让他想明白。我相信他亲娘的在天之灵一定会保佑他的，不会让那些敌人利用他的。
我李天国愧对先皇，愧对大明啊！欢儿，相信你一定知道，在我们之中，谁是奸细？内奸，他是你四师父吧？三师父，你怎么知道的？撤到这里之后，种种迹象表明，我们剩下的人之中还有清廷的奸细。我跟那二师父不可能是奸细，剩下的就只有你四师父了。如果叶明章是奸细的话，那默笙岂不也是奸细了？还用问吗？难怪倩影从吴英奇手中得到金钥匙以后被调了包。开始我们还怀疑是吴三桂，后来又怀疑是唐一手。如今看来，一定是叶默笙。爹，那你们打算怎么处置叶哥哥还有四师父？你会杀了他们吗？如果他们只是清廷的奸细，我还可以饶他们不死，废了他们的武功就算了。可是，他们冤杀你五师父，这笔账一定要血债血偿。对，一定要他血债血偿。不好，如果他们父子是奸细的话，他们会不会打铜匣的主意？老四，你放下铜匣，我饶你父子不死。李定国，你以为我是3岁小孩啊？能上你的当？我杀了唐一手，你们肯定不会放过我的。老四，老五暗恋你这么多年，默默地等着你，一直不肯嫁人。你一直借口放不下你死去的夫人，不肯接受她的情谊，这就算了。可是我想不到，你还狠心把老五杀了。我也是没有办法，当时你们查内奸查得那么紧，我不让唐一手做替死鬼引开你们注意力，我和默笙就没办法在你们中间潜伏。你们是光复大明为毕生的理想，而我身为大清子嗣，也必须效忠大清。事到如今，也没什么好说的了。动手！住手！倩影，倩影，都住手！3位师傅，放我跟我爹走，不然我就杀了樊师姐。呸！你这个奸细，不配叫我师姐。对不起了，各为其主，身不由己。走。叶哥哥，你真的忍心杀了樊师姐吗？若是在平时，我宁愿自己死，也绝不会伤害你们。但现在，我是为了救我爹。如果换作是你，你会怎么选？我数3声，如果你们不肯放我们父子走，我就杀了倩影。休想！叶明章，1、2，你敢杀倩影，我把你碎尸万段！3，慢着，慢！叶明章，你也是看着倩影长大的，难道你真忍心杀了她吗？只要你们肯放我们父子走，我保证，倩影毫发无伤。你不就是想要人质吗？好，我来当你人质。相公，只要你放了倩影，你要杀要剐，任凭你处置。爹，不要！倩影，你是爹的女儿。你小的时候，爹为了救易欢，害你被熊抓毁了容。这件事在你心里一直留下了很深的阴影，而在爹的心里也非常愧疚。后来吴英奇把你的脸治好，可爹还是觉得对不起你。这次就让爹来偿还吧，让爹来做人质，啊！爹，女儿早就不恨您了。
真是父女情深呐！李定国，还是你够狠！当年为了保护永历帝，你居然亲手射杀了自己的妻子女儿，来成就你自己的愚忠。今天，你是想用倩影，还是想用樊雄来成就你的另一番功绩呢？爹。 叶明章，今天我放过你们父子，但是你背叛明珠谷，杀了唐一手，这个血债，我早晚会让你偿还。没想到啊，一向冷酷无情的晋王，竟然也懂得了能屈能伸。少废话，放了倩影。人，我会放的，不过我们要到了安全的地方才能放。你，默生，走。 倩影，樊师姐，都别过来！倩影，李公公，麻烦您进去跟皇上说一下，说我来了要见他。万一他改变主意了呢？唉，没有用的，皇上已经说了，他不会见你的。哎，等一下，李公公，麻烦你帮我把这个手帕交给皇上。好吧，我给你试试啊。 龙小弟，以前我可以随时见你，我的每一次出现都会给你带来惊喜。可是如今，我们却已是咫尺天涯，这道门槛，我再也跨不进去了。易欢姑娘，皇上还是不愿意见你。那我的手帕呢？啊，你的手帕皇上留下了，皇上让我把这个还给你。 你已经拿到了铜匣，我对你来说没有利用价值了，是吗？你为什么要骗我？你为什么不肯放了我朱哥哥？为什么？皇上有旨，送李欢姑娘出宫。一定又是在试探。宣言，你万万不可信乱。
李德福，在，把这个拿去还给他。这。你们这是干嘛呢？义父，这李易欢假扮成李公公闯进宫来，说要见皇上，被皇上轰了出去。没想到他居然一下子晕倒了。哦，他这是真晕倒啊，还是假晕倒啊？身体这么沉，想必是真的晕倒了。不过我听说他以前就有着头疼晕倒的毛病。对，听说他上一次晕倒了，皇上亲自守了他1天1夜呢。住口！别乱嚼舌头。皇上怎么可能为了一个女反党守上1天1夜呢？是卑职多嘴了，索大人恕罪。行了，把人抬走吧。这。